再一个圈圈。好，小球要过3洞了。教小朋友做气球，张美桂脸上始终挂着大大的笑容，因为很开心啊，小朋友带给我们很开心呢。最喜欢小朋友发出的赞叹声，喜悦直接打入心中，让曾经因为经济压力、家人病痛往生而忧郁的他，一点一滴找回被收藏起的快乐。从看护变成能表演的气球高手，最初也是为了收藏在心底的一个人。张美桂认识尤正宏时，他因为职业伤害瘫痪，几乎全盲，妻子跑了，3个孩子被迫送寄养家庭。为了复健，学做气球，欣赏他的勇气，张美桂自愿成为他的眼，他的手。你只要认真、好好的努力来讲，你的生命就会改变。实质的改变从考取街头艺人证照开始，多了教学摆摊的工作机会。哇！但考验依旧在。尤正宏后来还是因病走了。虽然没有婚姻，张美桂一肩扛下养育3个孩子，甘之如饴。幸好孩子们也珍惜他，立志存钱买冷气的小纸条，说明了心意。我们还是希望，在这个人生里面能够多一点色彩，这股力量能够慢慢的成长起来的话，非常棒。气惯了太保就不能做出想要的造型。张美桂现在懂得释放压力，左扭右转，别当作折腾，那是美丽作品成型前必经的过程。相信是为有希望，改变是为带来某强荣。相信就会有希望，改变带来不一样。这是海陆的讲法，谢谢我们说，手心秋波有笔蒙，后一边带来某同庸。张美桂不止以气球散播欢乐，她也散播正向能量，把爱带给周遭的人。手心秋波有希望，后一边带来某同庸。手心秋波有希望，后一边带来某同庸。